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0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也正差点女飘香，如此的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路而来，不知道他究竟为了何事。唉，浑身那浑身，好叫为妻。
生命自问于天地，马虽莫长不行比。得是毛儿强似火，太力应付不死情。小生怎用表示观赏？弟弟真心冠军三变种子，母亲长子高虽皇宗。我本闭门隐藏不动，可恨年送之老身。他当兵荒酒一门，受我骄身失责，望让天地战业，就将我绑他一脚斩碎，并将我埋门草斩。是我给为战绩，大王最母去家中，不料如玉也没去官孙失去，吾将小生当作小妾，做子孙长。那一女亲近我生平之中，强迫我做他名义妻子。待王进东传班念书，那老人见我谁貌双喜，遂将生于年老身终身许我为妻呀！唉，莫为无岁禀报，却能与你见证之语，生情啊！
你叫我贵人，你理该叫你贵人。你若是称呼我小姐，那么我理该完成你一生相公。使得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理该完成我一生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前生子女到一天，只等与去难开上言老与李妃为师，来送亲一礼。好一个有理非言者，来从前一礼，请走，请走。如此张飘香，切莫上来，究竟为啥么事？贵人，你在书房这人，到书上在书房么多书啊？读书，难道是要礼仪？用功嘛，你可知书记原谅此故？他都比起古人来了，贵人放到谁罢了？请我上路，究竟为啥么事？混人，我见你终日柴米不穿，不知道混人你究竟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自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贵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。有什么知我何难事？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一不爱二不痴。我从小读过生言书，我要猜你贵人心中事，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啊！
男儿应有四房子，无须挂虑家乡事。不是言我娘们势力的，我难配娘应不辞。你年家你到天下得婚早，不好比苦等高攀的愁事。不是你年来人上年少，害得你浑身少年子。这里红掌到爷们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我是你言我难人用毛吹，我难配你郎一在此啊！夫妻凄苦用眼冷，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叫我别吵来呀！为谁？才知殊途观望君，难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为他一片心？
天当时暖境，我心脏来奔。这本是下面一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你人人跟前莫谁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谁呀讲。七前不把真情实，问你要与是谁上？我今日不问他真心话，老是给他挂心上。不是在地雷
上你去广州奔，咱俩新家一门阿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。可怜我人间不管上身看，被人安起来尊敬，蛟龙尽被千岁困，满花远红色原来他有三样的冤仇，黑样的恨，难怪他人间不肯吐真心。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，官人啊，你羞背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万一我言啊真，不知道今日是哪个你生出来，我来赠与你是大缘深。我的去见人道谢啊！第七见人，我骂你这年畜老身。我去阻来了你骂他的人，骂你见人老年俗，光阴大道在朝中，你让爱重量有多少，却在我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根一日，偏偏到成真用，小生杀在英勇子，定在你今日老年说。因此眼泪乱胸，外甥堂上老祖公，你不该求杀忠良成全事，你斩草是要害人用。既算是忠义两家冤仇他，你为什么将兰州的终身去征用？怪不得他见我像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不容。念死吧，念死吧！怎么求弟弟呀？骂你今日念死吧！不知东朝一样坚强，难人终身许配。你要把本子难让难，小生才有出头人，定将你裤子一起斩。哎，奶子呢？夜来我心情改他要在我面世外，小母女终于母女情，我来争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人哎，我就只能认定这冤家在。我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责怪你做人是太轻。老夫王老夫，起草出来了。怕你今日早问我，去年不是大妹来一人用金子包铁大妹，我用那长方宝剑进攻，也没去呀，也没去，自己不去为那怕你今日也没去，我将我的男子，我在公子的名字，知道。
人生，像年富杀人万不归，兰真岂能屈夫君？人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心，兰真对你是真心。我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。我万事今往与他去巴黎。为母去随江门笑。欲恐他下为了外面叫开门的意思，哪有？兰真来了。哎呀！我在书房马先生，我端来了夜郎我心急张我心慌呀。娘子，请呐，贵人，请啊，请。娘子，请来接礼，请来敬礼，请坐嘛。请问娘子，你是谁的刀子？我的刀子一句话，你认我吗？我们是谁的刀子？我一刀就叫你开门。娘子是谁的刀子？谁的刀子嘛？他是什么？这是谁的刀子？他都背起架子来了。贵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啊？读书，读的什么诗书？四书五经之书。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你要听？好，你听着。可从来心儿悲，读读四书须忘记。贵人，你忘记为起我倒有几句记上你。你的说两样的，你不信背给你听？不要听。贵人啊，我这个人倒有一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肯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是偏偏要背。好，那么你就背好吧，你听着啊。要背到你死去房里去背。
小姐呀，小姐，是称小姐好不得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叫你哟。兰生啊，兰生。哦哟哟哟哟，连兰州的名字也让错了。官人，别人手上没有我兰州的名字，官人你的手上是有我兰州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要问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声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心事？我不是门道出来。我不是前当时我爱情，这句话好意思。我不信张来我奔，背头上去，乱家做事不小心，我兰真做事要望个乡女儿听。我两旁怀来眼人，我岁岁盼好两岁人。我们背书给你听啊，没管你为我是言而不听，你再听下去。我不是前当时我爱情，不信张来我本心真。你的真心为呀忠子，真勇是我的真命心。我一家人奔向天人路，恨此人早终未成前人，前人上天望走奔，宰了天家一门。我提起前人，好些罢了；提起前人，我那年年送啊老人。那年前人高年松，你王英八道是在朝中，你长夜忠良有多少？你求山我不是心太凶，因为山草更一时，偏偏好车不真用。小生杀在凌云寺，我的再见这是老年生龙。娘子便是来那年生，那年前这年世来，你不知同朝为阳间，你把兰州终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终蛮难。小生只有出头人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走啊走，问我，怕你见着赵人多，去两头是把妹妹多，见着眼睛是把爹大妹夫上风刀，见一人我，一起来也没去。怕你见着也没去，我的烂小生，我谁看着你名字，不到中将兵人，小生是遇到公子，我抢你。
娘娘娘子谁是你的娘子？你是演得起，三生完整是你演得起，一时不愧素心将我离，又遭得罪凌云子，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。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差此也难避。娘子啊，可怜我家母恨我受尽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，你谁无人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咋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拜望娘子来找师年父妹妹我难过，我上救了我亲与祖母，我难救眼前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定，那年我好比我来争来争啊！娘子，你是少了我吧，娘子。我林间放着两条路，难真真是太糊涂，想弟弟走天下嘛，我做却是杀人毒，怎能不去忠良子？我怎能与母亲啊上？
哎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？驸马未放去呀，我在这里，岂不要耽误了你的读书吗？娘子休得自持，待小生为你上路休息。此次贵人请。娘子，请。此次与娘子同去，本人为妻正想与你同去，这是我婚儿上的满月，不能先去。娘子不去，我就不用去。哎呀，本人你这么大的人，怎么这样还自欺你？来，快到里面玩过一波，也好与娘儿一同过福。哎呀，娘子，你我妻子好不行，难道你不知我心里？你怎用爱自己？你欠也不我的身子谁都起。官人这才
去，你呀牢牢记在心，在酒席面前许团杯，十分娃儿13分。哦，来人啊，见貌变色须见机，斜山早早尊家门。既然你要娶你人，自当尊重娘子命，为免你心难预，我不到十落黄昏就回家门。此事甚好，为人请到内堂更衣。飘香，唤女儿上来。女儿爸爸，小飞讲你。小姐有份，女儿，我也他不会饮酒，在酒席之上也要小心是哎。女儿真理。女儿爸爸，哦，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女儿，起身之哎，早早送姑爷回家。啊，娘子，贵人，贵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贵人请坐。娘子，贵人啊，你光打扮两去不易，你心中切莫太爱那君。总说与怕天大事情，为妻替你去担承。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贵人你要早去早回。
须请来厕所，拜爷。也许，哎呀，也许你们3妹就这一道这些。女儿，她差我姑爷到书房歇歇去吧。夫人，不可允许你就离我3杯，就这道这些。老爷，你那个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不那些贪杯之路之路是不懂的。快，又要夸奖你的女婿呀！好呀！有请。他先包皮上来。父兄请困。忘记四嫂家。去吧，谁也
弟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啊！哎呀，东儿兄，今日你是嫂子寿诞之期嘛，你我是要畅饮几杯的喽。请。留得观音画像来成就，巧不问真女生，一如高楼面去，曾夕阳宫，不与我争用。剧本呈现后，但是念宋老人百本支持。陈氏夫人不过命境内窥探一番，是找到一些名证，是有一好与我对你报仇雪恨。年生遭遇没烦心。
只知道我是年夫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是真了也何妨哦？我本是一副新贵人，若不岁月只流逝，哪知我女婿把我就心，我放大胆子上楼去。这是巨轮的领带，望见钱粮，彩缎八匹，尽是光武大人，莫忘小人。哦哟，好会的领带，这就严送老实的土奴。神情这次杀黑文中的巨轮，神马不前，不得是你将功之罪。我想巨轮实际上的利益张水。司机那人随了他的贿赂，竟保准起他来。你说啊，老身，你这样龙卷王法，好不令人痛恨。我将此领带随上去，这月也好作为一个凭证。王人红几岁等岁，陈大爷子下有情谁长？哎呀，我想那下他死，也是被那老人所骗。陈王人红几岁等岁，这三辈种子真香！哎呀，弟弟。
等事有损人，连战不上。浑身大胆，清官上来。林子，快去换泪，小姐，快去。是。
生，谁道人间最上，唱到紫花桥天是灵，嫂子是为家做。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呀？我等贵人把情小香，下场。我买水上早，且买下场，万事刺绣啊。什么僵尸？人物大战。大战僵尸。我加这个。好兄弟，我在我此处做什么呀？哦，快多出枪声，不叫这群人结故意是飘香啊！我也就在上轿之日，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故意。我就去照顾他们。哦，飘香，小心！他夜之间路途难追，你们家上要多备登记货物，免得教父本地惊吓了条你的夫爷。小香知道了。飘香开始了没有？飘香，夜风声两大爷我带去，免得冻坏了姑爷。是啊，冻坏了贵人。小香知道了。你快去。我要浑身那迷阵，头是棉花耳朵红搓心，棉花耳朵红搓心。你嫌不嫌啊？为妻怎样做夫人？
谁知你恰是二阴心不平，眼看着你生日府门迎先帝，你万事忙转不知不出声，以为你急切盼你归，我是早上太忙到黄昏，逃避思念真疼下了千千张挂肚，千张挂肚刺人心。小心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小姐呀！我劝到福州，自己一些人能不顾面对金皇上的怒论，老爷夫人举动不见，传言出来，这个也在张灯之间早就回来了。小香，你怎么讲？这个也在张灯之间早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不，不了！听说娘一回来，我
他都多有情黄色，为什么爹娘不见都避开？一人怎么一猜？倒是怕我差夫妻两人。儿啊，夜半三更，你为转娘家，恰是为了何事啊？女儿一来问儿的娘，那是我儿孝心，那儿呢？儿啊，只因我家官人不服百岁，自尽必为。女儿我放心不下呀，我只得到地来接他回去的。问你丈夫之事啊？你丈夫之事嘛？问你母亲去啊？母亲，我家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
要来这就是为我人民压冠献躯亲故，谁知也许不然是吧？我们家人四处寻找，迄今不知下落，想必他为夫去了，为夫去了。弟弟，要是我家本人他早已为夫，女儿还问弟弟要什么丈夫？你丈夫上在我的府中吧？我不爱见你呀，这好情况。女儿，我来问你，府中宾客往来有什么为凭？与毫无为凭，毫不怎样为凭？进府挂号，出府销啊！去毫不过来，快去！弟弟啊，来，何事啊？请过来。女儿，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照簿上面可曾写得明白？这毫不嘛是写得明白。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倒也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此弟弟，你来看，这幸福栏呢，也用过也4个字写得明白。这毫不嘛是还写得明白。那么这出府栏呢，为我没有也用过也4个字啊？这个那个哦，小兵那个张官之人，也就是我把他遗留了，想法是张官之人把他遗留了，母亲女儿不要意外，你我所想。大胆奴才，严勇出府，为什么不效？你不要与我仗枪作势。我这里冷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作是马奴才，等到他小弟上到新都得，听着一件古传间，不比他假作此言，一把女心。弟弟啊，你可怜我女儿，她不该给我上前去真是疼起了我的丈夫。
不过是眼下领来的亚走。岂人知道他是眼下领来的亚宗？那么你为什么要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这都是你祖父的意思。为问我弟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谁不怕他放在我的眼中？好啊！他一句话耳如佩风，气得来分怒外胸膛。他一郎远无心呀，回来郎君应遭要想自己叫宗家为我死心。你们们看嘞！杏花在不夜好雪定。你们哪一个官大胆的干事？你这个护卫与我死起来吧！奴才呀，你真不讲理呀！有你这样狠心的母亲，再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。你哪有讲理？今天晚我把她随行他，要怎么样？我与你同天主拜礼。好，我与你就走去。当你有不敬把女婿。月亮不高，我怎么样？因为要我领家人啊！好，我与你面前做我妻。你跟他相互的眼睛高看不过，这是我哭嘞，怎么样算了？哎呀！重阳关有玉木怀怀心灵小姐此次领早不见故也。哎呀，野狼啊，快来你早了多岁，丧了命啊，野狼啊！
那是无家不走，管不得，管不得。哎，来嘛，这是一只宝贝，只要出来一只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，管不得，管不得。只要插上一口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。那么你们怎么不想想我女儿的身上结果？你能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？
小跑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小巷替兰真生女儿寻找丈夫去啊！今天你来得就去不得。那么喊我3天，我找到也有，马上替你送到府去，好吗？哦，3天也能找到。 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啊，你是非完不可。聂兰真啊，聂兰真，那想你乃是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回到家来当铺了灯彩，关上了杨子怕又没法说，你还要弄到我的头上来呀、怎么事事不讲理呀？哎，少问我不讲道理。我哎众牙关有，与我等到少夫。此次令我迎上前去。你半路相迎，莫非有揽客之意？姐姐羞出此言，姐夫他远在哪里？下去。你们爷郎在哪里？姐姐，此种情言，且到小妹房中也许。领子带路，姐姐请。领子
得了儿老伤心。我为你受年苦，我怒当根前。我为你还受了把牛宝兵，我为你记得要拼命一道。问问，世世活活不生不相躲在这小楼前，你啥不把情云深，休管我来争不留情。找不到花园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道那便是年少两家表哥，就不进去了没？问的是开大礼，无里无多路上走，还这样才来？不连我那里为此想平儿领子别上来，我只好带他下来去，现在冤家要两空去哪了？来比此老弟，去不完了那是我心闯开了一回，真乃是兵中都难特身，哪来我带他到手来打分来？只要跟面生送他走中去，好紧紧到手来。娘子啊，今天他走家中去，啥不说小生一命须原来娘子为我生言妻，原来娘子为我带月日，拜望娘子少思我。哎呀，冤家，听此言不知情语，埋怨杨君太大意，兵法不遵守无益，为甚转来我谢言阿妹？
我在前你领子好天涯飞，我手采郎君红飞大，啊也没呀你大灯大灯我用心飞。叶兰珍啊，叶兰珍，你这丈夫走到我女儿王中来了。嘿嘿，这下你的把柄被我抓住了。叶兰珍，你到我女儿王中来做什么？咦，自家姐妹的王中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你往上是该来，今天呀，却不该来。王上该来，今天嘛，越发的该来了。你往上来做什么？王上嘛，来叙叙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哎，你说，来找我的丈夫回去。我女儿当中哪有你的丈夫？请，请啊，行啊，请。见过弟弟。去。我女儿当中哪有你的丈夫？少什么啊？哎呦，还真是你这个小姐弟弟，怎么能怪小姐？不怪小姐，那怪你这个小女人。此事嘛，不能怪林子，要怪你曹叔。怪我？曹叔你做事真刁干，你家长马也没你大牙关，野狼分明是女官，听说你要想的难是难当来。兰珍一看我的胸，总有理这样分别难，不是趁早下楼去。妈，这女娃是花泥胎，衣裳风波你自买，身色一概有你是来我别忘，我问你喜欢官拜拜还是私拜拜？哎呀，两个办法有哪一个啊？那个叫做官办办，那个叫做私办办。官拜拜并不难，不如你到祖父跟前去走一遭。今说只是你认错，当头等菜你被玩，当铺等菜我被压完，因此说来是用完。我屋里平平处处都麻光，银子万巧是断两半。想我面前去光吧，弄得不好脱落，只怕要我爱阑珊。光办办是不好办，我还是听侬的事办办。哎呀，四拜拜嘛太简单，你先生不便是谁？我别，我不写，你信不信呀？不写。这
里去？走哪里去？我先。少师傅，你就快些吧。老爷，你快些吧。去！哎，少问我啊，我气啥？气得我是两怕。我不怕年富势力大，也不怕是嘉庆皇帝是国法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你懒贼。什么啊？我的姑奶奶，这真是算有算报，有报。少师傅，你还是快写吧。那叫我怎么写呢？我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吧。也不变成常问我，不该将叶勇关在女儿的宿内。此乃朝奉我之意，与上文正无关，得了不必委屈。别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不能这样追啊！为什么？哎呀，你想，你为上父之事送淫妇当到少妇，不是哪个不孝，谁人不知？如今又在我女儿怀中生产，你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哦？那我一意之见你。哎，我名声当堂讲一点，你坐在桥中，他躲在桥岸，带出过去。也好万古众生，抱歉我这张老脸。好，看在你他美人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人当大家去。走。